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11，箴言20章24、27節安尼講：人點會知伊家己的路？人的腳步是上主的決定。人的心靈是上主的燈，查明家己的心思意念。三個來祈禱，愛願我靠你行人生的道路的天平，願感謝你。主啊，你是掌管宇宙萬有、引帶人生道路的主。你的智慧遠過阮的智慧，你的道路也遠過阮的道路。主啊，願感謝你。在阮看袂清方向、無了解前途的時，又願牽着阮的手，一步一步引帶阮頭前的腳步。主啊，阮一生的經有，攏是佇你的手中。主啊，當阮行佇人生十字路口的時，求你的燈光引帶阮；當阮遭遇挫折的時，求你予阮無埋怨，無灰心。當阮偏離你的旨意的時，求你及時提醒阮，予阮通重新活轉來到你所歡喜阮來行的道路。主啊，因為你的光要照佇阮的內面，阮就無驚失措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